哦，你看月亮下方有一条直线的灯光，那个是台铁火车啊，台铁火车北上了，现在是北上的台铁火车。哦，火车列车要北上了，月亮下方的可以看到台铁火车了。那另一边是看高铁火车。等一下，高铁火车在镜头对着高铁火车啊，外出要吃葡萄干，外出要带葡萄干出来，吃葡萄干，喝茶，赏月，看高铁火车。附近都有那种庙在放鞭炮啊，或者放烟火。月亮下方那边刚刚拍到，可能是下茄东太阳宫了。走廊附近的那个可能是四安长短树了。哎，怎么变模糊了？被黑云遮到了，变模糊了。2、3分钟前哦，那没有看到，可能是被那个黑云遮到。哦，外出啊，肚子饿要先吃葡萄干。新疆人外出午餐食品就是葡萄干。啊，月亮快被黑云遮住了。还没有6点半呢。我，被遮成这个样子，要怎么商业啊？我看你这附近有高速公路，有省道、乡镇道路，然后还有高铁哦，高铁高架桥。东边那是台铁的火车铁道。前方那个高速公路，然后灯光很亮，那个地方是收费站，那么不对，不是，是服务站，可能是新营服务站。新营服务站。哦，月亮被遮了，然后看看又要快出来了。啊，要赏月还真不简单，看到被那个黑云给遮住了，然后又慢慢的好像要露出来。
啊，有黑云哦，那赏月难了。有没有听到那个虫叫的声？哦，虫叫的声音。在这边等高铁啦。啊，热呢，现在是不秋天了，中秋节了，热呢，还热呢，在车子里面很热，热得流汗呢。哦，你看月亮又出来了，刚刚被黑云遮到，现在又出来了。啊，现在月亮又出来了。哦，黑云就像我们内心里面的贪嗔痴三杂念啊，贪嗔痴爱是心里，那拨云见月亮，消除贪嗔痴爱是心里，心性光明。在这边等那个高铁火车，这一次等的比较久。早上我都常常看到那个高铁火车，还有看到彩色的高铁火车，彩色车厢的，有彩绘车厢的高铁火车。北上的，我早上看到北上的。拍到高铁火车就不赶快回家了，不容易啊！哦，哦，哦，站，高铁火车拍到高铁，哦，终于拍到高铁火车了，终于拍到高铁火车了，哈哈哈，嘿嘿，赏月了，然后又拍高铁火车了啊！好了，要回家赶快吃饭了，赶快收看，哈哈哈哈，哈哈。